高雄美浓大结局小连续发生这农地偷恶事件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今日咧议会做施政报告时阵，提出要修正土石风管理治理条例，增加 GPS 的处罚，也要设立公办公营的土资场。不过，就机关质疑讲，这高雄市目前欠缺土方再利用的机制，公办的土资场唔通为着要赶紧就凊彩做。新三大奇景哪三大？大树光电鬼剃头。因为高雄小连续发生几落件农地偷过、偷盗废土的代志，有议员提出来批评市长陈其迈，讲这是市府失职，无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，而且无一个完善的土方再利用机制，才互咱的土地成做一款模样。议员表示，高雄拢总有12间合法的土资场，不过有材料处理废土的干那2间，无论是规模也是处理量，拢无够应付需求。高雄市目前的填埋空间剩余39万立方公尺，所以就等于说到2029年核准下来的量，我们只有1/5能够处理。因为有当时不为耕种的土地伊嘛需要一寡迄个较好的土啊，地下室土唔是拢歹呢。议员质疑工地挖起来建筑废土无所在通去通好处理，落尾就会演变做乱盗偷盗的现象。陈其迈表示，中基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再去屯海造地，不过这部分尚无爱搁等2年。目前会先协调台糖设3大公办公营的土资场来应急，同时嘛爱甲土方管理治理条例重新修订好较严，标准定好较清楚咧，对源头的管理监督开始做起，才会当避免违法情形。这地会当坑，地袂当坑。过去咱高雄市这个定无清楚，全台湾定清楚的管区无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法里面把它讲清楚。除了土石处理的细节规定以外，陈其迈强调，修法了后会增加 GPS 的处罚规定，所有车拢爱到 GPS 对源头到掩埋场拢会当即时追踪，只要有违规载棍，就会当即时发现处理。记者柯家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